嗱，你過嚟睇下，我買咗個瑞一寶嘅 4D 奶粉俾你飲啊！老婆，你都知我有糖尿噶啦，呢隻奶粉個糖分好高喎，好似唔啱我飲喎。你睇真啲先啦，嗱，你睇下呢度每食用份量，佢每一杯嘅糖分咧係1.6克，仲低過你平時朝頭早食早餐嗰塊方包啊！吓，係咪㗎？俾我睇下先。除咗糖分唔高之外咧，嗱，佢嘅鈉啦同埋膽固醇都唔高㗎。咁佢呢個奶粉係專業骨科醫生推薦嘅成分，包裝上仲有醫生個名添啊，唔似其他啲着佢網上面着嗰啲白色袍嘅人扮醫生咁。哦，你講得好啱，不過咧呢隻牌子有冇咁耐歷史啊？一個成分夠唔夠新啊？係，你估買手提電話追新型號咩？嗱，中醫中藥都夠耐歷史啦，最緊要係個配方同埋成分有效。咁佢嘅銷量咧突破咗250萬罐喎。咁如果冇效，點會咁多人買嚟飲啊？我知你想了解清楚啲呢個產品先飲嘅。嗱，瑞一寶4D奶粉咧係專業醫學嘅配方，有7大關節嘅修護成分，可以舒緩嚴重關節痛楚啦，提升肌肉力量，仲可以修護關節嘅軟骨添。以後你陪我出街，唔使行幾步就話膝頭哥痛啦。咁我哋兩個一齊飲啦，關節好咗，咁我哋嚟緊個復活節假期咧，咁我哋可以參加個3日2夜嘅旅行團，返大陸玩啦。好啊好啊！瑞一寶關節 4D 奶粉，萬寧4月2號出位價，低至每罐207個2。瑞一寶22週年抽獎大優惠，4月2號喺萬寧購買瑞一寶關節 4D 奶粉滿3000蚊，即可以獲得1次抽獎機會，每6000蚊有2次抽獎機會，如此類推。頭獎係5星級酒店住宿，其他獎品包括酒店自助餐、旅遊禮券、超級市場禮券等等。大家記得日子，約埋朋友4月2號去萬寧搶購啦！